啊，好啦，列准是不是特别去上海，特别去上海？我又是第一次讲台语，挫折感非常的大，而且常常导演会现场改版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外一种开发，让我觉得原不是说我什么都准备好功课到现场就可以。点点的查某囡仔，不是没有鼻音，查某囡仔，音3、2。OK， 今晚的愈来愈少。来，大家拢手开去装卡。对不起。接受这样的挑战，其实对我来讲，那个成长是蛮大的。那这样下来，其实客语让我打开的一道门，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行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对我往后接什么戏的话，搞不好下一次演的要讲法文，然后我已经没有在担心这一块。这是我觉得对我很大的挑战，然后我也去克服。虽然讲的台语、客语、日语都没有很好。但是我会觉得